聖經士師記6章37節，我就把一團羊毛放在禾場上，若單是羊毛上有露水，別啲地方都是乾的。我就知道你必照着所說的話，藉我手拯救以色列人。呢個係基甸向神所求嘅嗰個嘅印證。將羊毛放喺出邊禾場上，如果第日即係呢個嘅淨係羊毛上有露水，其他地方都係乾嘅。嗱，呢個係唔可能嘅事，係嘛？但係如果咁嘅發生嘅話，基甸話我就知道係真係你要我去做拯救以色列嘅呢個士師。基甸所做嘅，相信係憑着信心嚟到去求問神。我諗最關鍵嘅一個因素就係佢呢個嘅求問背後嘅信心係，我又係淨係要知道係你嘅旨意，我願意去做，唔係話我先嚟到去問下睇下啱唔啱我嘅心意，啱嘅我先正係做，唔係咁，係真正願意行神嘅旨意。我係鄧英善牧師。